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4月29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3篇，以西结书34章第1节到16节，路加福音15章第1节到第7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好牧者。上帝找见摩西倒转去伫埃及，带领以色列人来出埃及，因为上帝已经听到因的哀求的声音，也因为安尼就呼召摩西成做仆人，去担任以色列人的领袖，带领因出埃及。摩西就亲像伊伫米甸的旷野，为着伊的丈人叶忒罗顾养共款，他来成做上帝的这个牧人，做牧者。伊的呼召就亲像耶稣基督互彼得的呼召共款。耶稣甲伊讲：对打了后，你要得着人，咱就称伊做得着人，亲像鱼的呼召。今日咱看见摩西就成做代替上帝顾养以色列人民的牧者，要牧养上帝已经放弃430冬流浪他乡的一大群羊啊！以西结先知安尼讲着：上帝对我讲话，伊讲：会朽烂的人啊，你着爱指责以色列的统治者，伊来讲有言。你着爱甲因讲，我至高的上帝对因安尼讲：以色列的牧者，恁要害啊！因为恁只有顾家己，却无要牧养羊群。恁啉羊奶，穿羊毛的衣裳，杀上肥的羊，食羊肉，但是将来无要牧养羊群。虚弱的人，恁无要甲伊调养；破病的人，恁无甲伊医治；受伤的，恁无甲因来顾；迷路的，恁无要甲因带倒转来；失踪的，恁无去敲找；恁反倒转用暴力来虐待因。因为无有牧者，羊群就分散，野兽嘛来甲因拆离，甲因吞食，来抵到我的羊群流浪伫山谷真危险的山岭中间，分散伫全地，无有人伫照顾，也无有人伫敲找。所以，牧者，恁着爱听我至高上帝对恁所讲的话。我是指着家己永远活命来咒詛。恁着爱好好爱听。我的羊群因为无有牧者，互野兽追杀吞食。我的牧者无去敲找。因只有顾家己，无顾羊群，所以牧者，恁着爱听我讲。我至高的上帝要甲恁作对，我要收回我的羊群，毋准恁搁再做因的牧者，也无互恁只有顾家己。我要对恁的喙齿来抢救我的羊，不准恁食因的肉。摩西是毋是一位好的牧者？或者伊是迄种无互上帝欢喜的牧者呢？
以色列先知来指责以色列的统治者讲，因只有顾家己，却无牧养羊群。伊讲恁啉牛奶，穿羊毛的衫，刣上肥的羊，食羊肉，但是恁无调养身体虚弱的，无医治迄个破病的。无退受伤的来顾伤，失踪的恁也无甲因带倒转来。不但安尼，以色列先知又搁讲，因搁用暴力来虐待因。这种的情形是有牧者等于无有牧者，因此上帝差遣先知以色列来考劝以色列人的领导者，就爱成做一个上帝的好牧人，代替上帝成做好的牧者。接续的经文安尼讲，我至高的上帝甲恁讲，我要亲自找回我的羊。雇羊的人怎样找求这会失丧的羊？我也要照样来找转来我的羊。因伫暗无天日、多灾多难的时阵，向赶线去到逐所在。我要对迄个啥个所在，将因抢救倒转来。我要带因离开外国，将因集合起来，带回故土。我要带因转来到伫以色列的山间甲溪边，伫青翠的草场来牧养因。我要伫以色列山的草场顶悬来放牧因，互因伫山谷的中间来青翠的草场，通安心来食草。我也要亲自做我羊群的牧者。为了因找通安息的所在，我至高的上帝安尼宣布啊！失踪的我要找回，迷路的我要带因倒转来，受伤的要甲因包扎，破病的要甲因医治，就是遐会肥佮勇的，我要来恢复，因为我照着公道来牧养羊群。上帝将来要实行伊的公义伫以色列人的身上，嘛伫所有的人类的身上。耶稣基督为着要回应法利赛人甲经学士的埋怨，因为因认为耶稣基督袂通甲这所谓的歹人甲扣税做伙食饭。耶稣基督用一个迷失的羊的譬喻来回答因。圣经记载讲，设使恁中间有人有100只羊啊，其中一只迷失啊，要安怎呢？伊一定会将迄其中的99只留伫草场，去找迄只迷失的，直到找到为止。一旦找到，因就欢喜将羊来揽伫伊的肩胛头顶悬，带伊倒转去，然后邀请朋友厝边，对因讲：来，甲我做伙庆祝吧！我迄只失去的羊已经找着。相反，我甲恁讲，一个罪人悔改，伫天顶的欢喜，要比99只无需要悔改的义人，搁较有欢喜，搁较大。这是路加福音15章第1节到第7节的经文。耶稣基督的讲法，等于是上帝借着以色列先知所讲。以色列人会领受无有好好照顾遐个需要照顾的人。
亲像遐个被称做歹人的人，因甚至拜托因。诗篇23篇，上帝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缺半项。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，带我伫清净的水边。伊互我新的气力，为着伊的名，带我行正直的路。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，嘛毋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同在。你的棍、你的拐，互我安然自在。伫我的对着面前，你为着我摆设筵席。你用油抹我的头壳，款待我做贵宾，听我的杯到满出来。你的恩典慈爱一定一世人甲我作伴。我要永远踮伫上主你的厝。感谢上帝，拣选阮成做仆人，来牧养你的羊群，互阮会通来做真忠搁好的牧羊的人，互主你的羊群会当归伫你。感谢祈祷，靠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